很多茶友都話老茶重歲月，益母茶重溫柔。之所以可以俾無數茶友心心念念魂牽夢縈嘅，莫過於一款經得起時光打磨嘅益母老茶。今日我就帶着呢份期待，俾大家帶嚟一款壓箱底嘅寶藏好茶，2003年高山寨古樹茶，一款藏住益母老茶精髓，承載香港中六號匠心嘅傳世之作。佢源自益母高山寨核心古茶園，雲霧滋養，山野靈氣，經中六號古法萬借，匠心陳化20幾載，將益母老茶淡而不薄、柔中帶剛嘅精髓演繹得淋漓盡致。講起益母舊茶，很多茶友都會問，益母茶都唔似孟槐茶嗰般濃烈霸道，也唔似南昌茶咁樣高香逼人，點解咁多茶友會鍾意佢呢？而且愛不釋手呢？直至我有機會飲到呢瓶2003年高山寨古樹茶，終於揾到了答案。呢款茶早已經完成了經驗嘅時光蛻變，將益母老茶淡而不薄、柔中帶骨嘅特質呢發揮到極致。沖泡之後嘅茶湯呢非常透亮嘅，帶有棗紅色，順滑呢摸澀，密韻花香綿長，回甘辛津持久，陳香與木質香呢交織埋一齊。只要你飲上一啖呢，你就明白點解會咁多茶友們痴迷益母老茶理由啦。相信很多茶友都有咁類似嘅經歷。初學玻璃茶呢，大部分都以由益母茶開始，跟住再接觸其他產區嘅茶，跟住再兜兜轉轉，最終呢都係鍾意益母。更加難得係呢瓶茶係香港中六號早期嘅益母好茶代表作之一。熟悉中六號嘅茶友們呢都知道，中六號品牌呢做咗很多益母茶區嘅好茶，而且都係沿用最傳統嘅工藝嚟做，注重茶品嘅自然陳化。因為我哋深深明白好茶來自大自然，更加要尊重大自然。唯有同大自然一齊共生，我們先可以行得更加遠。20幾年嘅陳化，每一杯呢都係非常難得。一啖高山寨獨當益母味，願各位茶友都可以喺呢杯2003年高山寨古樹茶之中品出時光嘅滋味，獨當益母老茶迷人密碼，不負歲月，不負好茶。飲玻璃茶，始於益母，終於益母，你覺得呢？